今日要講嘅就係三角形三邊關係。好啦，先講下按邊嘅分類先。咁第一種呢，就係三條邊嘅長度完全唔相等嘅三角形。咁呢啲就叫做不等邊三角形。咁三條邊完全唔相同嘅相反係乜嘢啊？咁即係至少有兩條相同。所以第二種呢，就係至少有兩條邊相等的三角形。咁咪至少兩邊相等啦。咁即係佢話呢，就可以兩條邊相等嘅三角形，亦可以三條邊相等嘅三角形。而當中兩條邊相等嘅三角形就叫做等腰三角形，三條邊相等的三角形就叫做等邊三角形。好啦，咁大家記住啦。咁乜嘢叫等腰三角形同埋等邊三角形？好，為咗練習。好啦，睇呢個題 ，AB 等於 AC 等於 BE 等於 CD，AD 等於 AE 等於 BD 等於 CE。佢第一個格就問你有幾多個等腰三角形。其實等腰三角形諗翻呢個等腰三角形，就係要有兩條邊相等嘅三角形，就叫等腰三角形。好啦，咁你睇啦，有邊啲係兩條邊相等呢？ AD 同 AB 一個啦。所以就稱為 ABD，AD 同 AE 相同，稱為 ADE 啦。AE 同 EC 係相同，稱為 AEC。咁呢，咁我哋就揾下呢，就有六個噶，就呢六個啦。三為 ABC， 三為 ABE， 三為 ACD， 三為 ADE， 三為 ABD， 三為 AEC， 係呢六個嘅。而第二個問就係，佢又問以 AE 為一邊嘅等腰三角形有幾多個？佢意思就係問嗰啲等腰三角形個邊當中係一定要有 AE 嘅嗰啲三角形有幾多個？可以睇啦 ，AE 同 AD 一個，稱為 ADE 啦。AE 同 EC 相等，所以就 AEC 有一個。跟住就仲有 AB 等於 BE， 所以三角形嘅 ABE 呢亦叫做嘅。所以有三個啦，三為 ADE， 三為 ABE， 三為 AEC。咁呢一題呢，就係考下你嗰個對一個等腰三角嘅概念清唔清楚？好，跟住啦，下一個呢，就要講翻呢三條邊嘅關係。你睇下呢係三條線，呢三條線我喐其中一條線，當呢個 A 長少少時候呢，呢三條呢就可以變成一個三角形。但如果係咁樣嘅呢，就唔得咯喎。或者我再將呢個 B， 又得喎，咁樣又唔得咯喎。咁你發現呢三條邊嘅長度呢，就係唔係任意三條線都可以組成一個三角形呢？咁我頭先睇呢個實驗啦，就係唔得嘅。咁點樣先得呢？好啦，我哋不妨睇翻。好啦，睇翻量度嘅嗰啲長度啦，上邊都發覺好咗好多咁，係咪？咁呢度呢，上邊呢就係只係任意兩條邊嘅和，呢個呢就係第三條線啦，即係呢度係其中兩條線嘅和個長度嘅和，跟住同另外一條線嘅比較，下邊呢就係任意兩條線嘅差。同埋第三條線段嘅長度嘅比較，好啦，你一睇翻，因為我一講三角形啊嘛，肯定變翻三角形先啦。好啦，依家係三角形啦。咁三角形嘅時候，你發覺無論佢呢個任意兩條邊嘅和，佢嘅長度同埋第三條邊比較，即係咩關係呢？都係乜嘢於呢？睇。都係大於嘅，即係話如果佢要能夠成為三角形嘅話呢，必須滿足就係任意兩條邊個和大於第三邊，咁嗰陣時就可以啦。咁下邊呢，任意兩邊之差，任意兩邊之差，咁同第三邊比較呢，都係少於嘅。所以佢一成為三角形嘅話呢，
佢一定滿足兩個新客啦。所以三角形無論點喐都好，兩邊之和都係大過第三邊，任意兩邊之差都係少於第三邊。好啦，咁即是話，咁呢兩個呢，能夠呢三條線要能夠成為三角形嘅話呢，就必須要滿足任意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，或者任意兩邊之差少於第三邊。咁文字敘述呢，就可以寫成呢個，就係呢個啦。三角形任意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，三角形任意兩邊之差少於第三邊。記住啊，一定要同時滿足嘅，咁先能夠拼成一個三角形。呢三條線，大家記住啦。咁呢一堂課嘅重點呢，就係呢兩個定理嚟嘅，唔係呢個性質嚟嘅，或者係判定啦。OK， 好，我哋到呢一題，啱講咗啦。判斷三角形嘅條件呢，就係任意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，任意兩邊之差少於第三邊。咁啊，記住喎，一定要滿足呢兩個條件呢，先會能夠成為三角形嘅。好，再做練習。呢度第一條線嘅長度，第二條線嘅長度，第三條線段嘅長度。佢問呢三條線段能唔能夠做一個三角形？我睇呢題就好明顯啦。3加4呢已經係少於8，但問題係兩邊之和應該要大於第三邊啊嘛，所以呢一個就肯定係不成立。呢個啦，5加6等於11，兩邊之和同第三邊比較呢，佢唔係大於，所以都能夠不成立。咁呢個啦，5加6係咪大過10？係啦，5加6大過10。呢個咧即係其中兩條邊呢。咁啊10加6呢就大過5，5加10呢就大過6，所以無論邊兩條邊加埋呢，都係大過第三邊嘅。咁而呢個呢，10減6係幾多呢？10減6係4，少於第三邊；6減5係1，少於第三邊。所以無論點樣組合都好，都滿足晒呢兩個條件。所以呢三條線呢，都可以組成一個三角形。好，下面佢就問：如果其中一條線係5，一條線段嘅長係8，要能夠組成三角形，佢問呢第三條線嘅範圍就係咩呢？好啦，俾兩條線你，求第三條線嘅長度。你睇翻，一定要點啊？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，兩邊之差少於第三邊。咁只要做晒呢兩個條件嘅話呢，就能夠成一個三角形。咁一做完之後呢，就咁樣啦。15就係兩邊之和，sorry 係13先啱嘅，要改緊13。咁呢個呢，就8減5就係3，呢個係3㗎。咁你打錯嘅，等你改唔改得翻先？俾一就先改啦。咁呢一個啦，第一題，等腰三角形嘅周長係40，個腰長係底邊長嘅2倍，問底邊係幾多？好啊，周長公式係乜嘢呢？就係3條邊嘅之和。咁依家咧俾下底邊嘅長，腰係底邊嘅2倍嘅，我不妨設底邊嘅長度係 S， 個腰長係幾多啊？腰長係底邊嘅長2倍啊嘛，所以就腰長咧就係 2S。然後啦，三條邊加埋即係兩條腰啊，因為兩條腰長度一樣嘅，所以 2S 加 2S 再加底邊等於40。咁誒呢個加埋經過合併同類項整理得 S 等於8。咁 S 係咩嚟嘅呢？就係設佢底邊，所以底邊嘅長係8。咁個腰嘅長係幾多呢？就係16啦，2S 啊嘛，16。所以呢一題就咁樣做。好，呢一題等腰三角形嘅腰長係5，佢嘅底邊嘅範圍係幾多？個底邊嘅範圍係幾多呢？設個底邊嘅，不妨設底邊嘅長係 S 先啦。而佢嘅範圍就係咩啊？一定少於兩邊之和，唔係少於兩邊之和，大於兩邊之差嘅。因為佢腰係俾咗你噶，所以兩條腰係相同，5加5，一個係5減5啦。嗰係滿足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，
兩邊之差小於第三邊啦。所以求出嚟咧，呢一個就係底邊長嘅範圍，就係0同10之間。好啦，第二格佢就問呢個周長嘅範圍。咁大家就知道個腰長係5啊嘛，係咪？個腰長係5嘅話，咁個周長即係腰加腰長再加底邊，即係10加5再加5，10加5再加5幾多呢？所以就係20。所以個周長一定係少於20，大於0。咁呢一題就係咁啦。咁呢一堂課呢，就係講呢度。頭先嘅13嗰度呢，睇下改唔改得翻？記得呢個係13嘅，改翻佢13。咁啊記得呢題。OK。咁呢一堂課呢，記住啦，最主要係講呢一個判斷三角形或者三角形嘅性質。三角形就唔以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，三角形就唔以兩邊之差少於第三邊。呢一個就係呢一堂課嘅重點。OK，拜拜。